明珠都會咧有超過80人撻訂啊！你哋唔好俾啲地產佬咧呃你氹你就買啊！新聞就有話啦 ，P 地段呢一個置換房項目明珠都會嘅購買期結束啦，最終咧有338個人咧完成購買手續嘅。咁明珠都會咧總伙數係2000伙，估計呢位仁兄咧就係用338除以2000，結論咧就得出嚟得1成幾人買啫，有超過80人撻訂啦。咁注意啦，其實呢1600個人咧，只不過係放棄個購買權，事前佢哋係冇俾任何嘅訂金，就唔構成撻訂嘅。咁而所有買家都係直對都更公司，咁甚至我哋心底裏面諗下，你唔同佢買仲好啦，跟我去買其他一手，我哋都先有錢賺噶嘛。不過網絡世界係咁樣噶啦，有啲人覺得匿名講嘢係唔需要負責噶嘛。不過大家一定會有個疑問嘅，點解政府要出錢去搞明珠都會呢？咁事緣呢一塊地嘅前身係由保利達集團興建嘅海一居住宅項目嘅，咁去到2015年佢哋土地使用期就夠期啦，海一居咧當時仲未起好，於是政府咧就收翻呢一個土地。咁政府就話啦，發展商你拖咗咁多年都唔起，梗係收翻笪地啦。發展商就話啦，政府嘅環評報告拖咗佢好幾年嘅工期啊，如果唔係佢一早起好啦。至於實際係點呢？我就唔評論啦。咁政府收翻海一居之後咧，發展商喺2017年咧就陸續將一啲樓款退翻俾業主啊。咁但係早期買落樓嘅人咧就唔係好開心啦。最初嗰一批買家嘅話咧，佢個購入尺價只不過係4000幾蚊嘅啫。咁去到2017啊、18年嗰陣，嗰啲樓價都已經去到成萬蚊一尺噶啦。咁佢哋梗係就係希望收樓多過退款啦，係咪？咁當年咧嘈得幾犀利噶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啦，時任政府就委託咗都更公司去興建2000個單位，用嚟交付俾海一居嘅原業主，咁價格咧係將會參考翻你當其時買海一居嘅原合約價係幾多，就會明珠都會以幾多嘅尺價賣翻俾你嘅。去到2025年，明珠都會終於落成啦，咁都更公司就打電話 call 翻嗰班原業主去認購啦。咁睇翻2018年啦，當年澳門嘅尺價基本上都係超過1萬蚊一尺，而家係跌咗4成啦。當中海一居好多嘅合約價係超過7成啦，係去到6000蚊一尺打上嘅。咁今日6000蚊都已經係買到其他一手盤啦。咁如果有啲合約價再高啲，700-1000蚊一尺買翻嚟嘅人，佢哋咪會以高於市價去買呢個明珠都會，咁佢哋肯定唔制啦。咁呢一個就係明珠都會購買比率低嘅原因啦。咁問題嚟啦，呢一個項目咧係用咗60幾億甚至更多嘅公帑去興建嘅，咁而家賣剩咗1600伙，成本肯定收唔翻嚟啦。咁點算呢？咁有網友嘅講笑咁話啦，喂，譬如拎出嚟當私樓咁賣啦。有啲網友就話，喂，轉成經屋又得喎，租俾人做社屋都得。咁有啲人啊仲過分啲，又話攞嚟抽獎添啊。咁我自己就唔評論呢一啲留言啦，咁不妨各位網友啦喺下方留言講下你哋睇法啦。